觀眾朋友，今日個好無歡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谷劉浩明。福起來今日有請到來賓，其實係阿明谷嘅碩士班嘅同學，我哋范家豪哥來到我哋現場。家豪哥嗬，伊唔單止佢好創我哋客家歌，同時伊即個嘛會寫詞。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伊來到我哋現場，我同人分享講，伊做嘛嘅唔單止會寫詞創客家歌，最末。成立一啲我哋重置客鄉歌謠班，然後到底係乜嘅原因咯？我哋馬上翻見到來賓，我哋翻家豪哥來到現場，家豪哥唔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重置嘅范家豪。今日佢分享我哋家豪哥來到現場，因為其實我哋同學嗰種人然後兩人人，後來我哋後來。讀書讀個嚟都即個是寫論文嘛，嗬，係啊。嗰時候其實寫論文嘅時候，他講一路冇睇學校我讀到了，因為他講伊即個寫。但是我也把有請到來到我哋現場，係因為即個唔單止講成立啲歌謠班，同時嘛睇我哋客家嘅歌詞啦，我哋客家嘅歌謠推廣上面，發現這個做幾多努力嘅。但是節目一開始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小解一下講，因為個地講唔還是睇推動讀書係咪？做乜屏東人會做去推動讀書咯？因為我對推動出世，其實從我嘅故鄉啊，故鄉嚟推動。因為我阿公嘅時代，改造嘅時代都過於關山咧，推動關山。不過我爸爸喺生意人士咧，而睇推動關山出世。面下我爸爸結婚時候，人辦啦推動師，我係對推動師出世，不過我第二個我寫時間都提推動啊。咧，我想請問一下，嗰時候你係咪阿公睇關山嘛？嗬，喺一般大係我哋六隊人咩？是六隊細個去關山咧，還是去北埔細個去關山咧？對北埔。哦，對北埔細去關山咧。係孫太公呀，都係講阿公嘅呀，都我哋本來是翻江嗬，因為而家存嘅翻天，因為嘅日本時代唔一樣嘅過嘢啊，過嘢都存嘅翻嗬。其實我哋翻江，我哋對我哋嘅祖堂對先屋，祖屋嘅啊對先屋，先屋見啱啱算國家嘅三傑，冇唔錯，係冇唔錯，而且見下翻江係所以就以當天個月貴太嘅聲哦。翻江是江海料嘅，江海料嘅，江海料。哦，嗰時候係幾時翻江，然後曬去差唔多阿公幾時曬去關山。嗰時候幾時跟爸爸睇關山啦，但是你睇台東江啊嘛嗬。但是後來我細個來，我哋六隊人咯。因為嘅啊，我爸爸媽媽從叔叔妹全部都做市長嘅，嗰時候我哋算教育世家啦。因為嘅啊，到我媽媽推動嘅原來個時候搞係40年退休嘅，退休嘅，因為大部分我媽媽阿姨阿舅嘅親戚全部都大部分喺南部啊，屏東有方面，嗰時候我太現實，人香港嘅辦啦退休嘅時間，我辦啦喺屏東來。嗰時媽媽係六隊人。我媽媽佢下算應該是離內埔有1萬嘅，37年、32年嘅時間都喺內埔嘅教書。好，嗰時爸爸係其實爸爸嗰邊係北埔客啦，媽媽也係六隊客，西安客。嗰時講兩種，同爸爸講海料係。同媽媽講是啊，其實人哋幾好啊，第個海料是人就可以切來切去。家呢，家中國嘅唔知講講萬世時節，一直睇推動讀書讀到叫人轉落我哋轉過來六隊一片嘅咯。我啊是嗰種畢業時候，我都過來屏東，我都貧窮嘅啊。佢啊63年，佢啊硬記得佢啊冇去飲茶。我嘅啊同我媽媽帶我喺屏東嘅嘛，因為唔是離開過家庭，第一次離家。佢啊我記得佢啊推動到屏東嘅路，玩啲石頭路啊，
还有弯弯。就是把捞给南回哈，捞到鹅銮鼻嗰邊。佢咱講嗰巡查嘅咯，出隊都巡查啦。啊，佢啊坐到平龍茶站嘅時間，佢啊冇去飲茶，都喊三面茶。三面茶嘅啊都挨媽媽同埋喊一台三面茶，再挨多平工，再挨多學校嘅時間，啊挨到住我嘅學校對面嘛。啊，其他係用好些時間叫即係都貴台東。好，嗰時都等去煮茶，然後都屯照顧好人哋嗰度喺熟嘅地方，然後伊都貴台東嘅，啊，其實你一定要睇屏東讀書。錯。佢幾時寫得翻？唔知係英語三川，睇哪先咯？佢啊都搭學校嘅一個先生吼。都喺啦學校地方呀，啊三川都搭一個識啦。但是三夫即架識，啊前三夫即架識啊，啊前係媽媽一定會記啲啦，記過來。嗰時等於你講，唔知架你高中嗰時候，你等於你一定要上班咧。錯，學一定要上班。咁後來有咩工作嘅？伊哋經歷體育應用。因為3年畢業，因為佢啊。係順勢講嘅啊，我都講係嘅啊，對評估係咪樂嘢多嘢啦？樂隊嘢啊，因為係對啊音樂有興趣嘛，嗰時候係咪學校嘅樂隊學嘅啊嘛，又出去都喺埋慶典嘅時間，可以表演啊，就出去表演。但幾時附近買嘅樂器啊？伸縮喇叭。哦，是啦，啊 ，OK， 係伸縮喇叭啦 ，OK， 佢個櫃台肺活量。佢是hand下咯，因為佢算大音咩啦。啊，而家我肺活量都小喇叭。小喇叭都真實嘅肺活量。伊啲嘢要認識個多變啦，嗬。咁後來個屏東個畢業以後，你開始做乜工作啦？佢啊講食菜啊，佢啊因為嗰種畢業。以前係爸爸媽媽幹係嗰樣，因為要做現場嘅嘛，幹出嚟先每天被騙人嗰樣。嗰時候佢啊唔會變會變乖啊。啊結果依個原地嘅睇嘅時間講我係等下冇人工作，嗰時候都讀書嘅時間咯，讀書嘅時間都冇啦認真啦。嗰時候佢啊講。媽唔讓人拿啊！都佢啊，可能都2歲佢啊都冇考到，冇考到佢啊，你考縣民學校，啊縣民學校佢啊都反正都1年嘛，出來都掛嘅收尾。啊因為其實講佢啊那行業都應該嘛唔會差啦。啊因為係讀到嘅單位啊。都係講啱門嘅啦，嗰時候佢啊縣民司令部佢啊喊埋人會議嘅，都係講喊埋人講愛留人，佢啊係都冇想愛留嘅。啊嗰時候佢啊議員都講都因為阿嚟前年啊都佢啊縣民學校都推五嘅時間啊都即個喺賣書嚟考嘅，佢啊都上講係對檢推嘅啊，有做看守所嘅訴訟，啊可能都對嘅乜嘢啊，看守所嘅訴訟啊，我對嘅乜嘢啊，監獄哦，可能是把有措施，是把嘅樣嘅地方嘅理論啊，啊嗰時候係去考嘅監所管理員，啊佢啊76年一考嘅嘛，76年考嘅，啊佢啊都有認真讀啊，一次都考到嘅，佢7、8千人咯，7、8千人一考都錄取30年啦。見緊嘛係隻金飯碗咧，真的是。啊佢啊都話你議員都去監獄上班，啊監獄上班啊其實對佢啊對最早分發對太寮。高雄監獄，係啊啲，啊高雄監獄因為來回體驗嚟哦，啊面啊都差唔多係問多1年啊都調回來屏東監獄，啊係
全校加起来差不多20年，啊，你甘肃都差不多20年，佢啊甘肃都上亿了1年嘛，啊第上亿年的时间都会管到地位啊，我说啊20年啊对地位管10年，服刑10年，然后假释10年，佢啊都。我係講，因為我整嘅做人管理員，我冇開胎啊，我調下台北啲啊，啊調下台北，唔係叫啦，調好耐都唔啲啊，啊好咗嘅啊，咱講上講專吹攞杯啊，咱專吹從資用五所，好，專吹用五所嘅時間咪都攀客家，多要攀客家。好人來喺安尼咪，嗰時其實我哋想講，那個一路向唐方來，就後來就做工，就是做工作啦，然後後來我會開始去專去推廣客家文化，同時安尼嘅客家歌謠啊。嗰時唐方來，你會發現到講人生的歷程是幾特別的，因為前半生吼，其實大部分都係做公家嘅事情，但是做埋後來又開始對於我哋嘅客家歌謠，還有我哋客家文化開始有興趣咯。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好精彩的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咗節目來自我哋長治嘅范家豪，家豪哥同人哋分享講，而做乜嘅還是喺台東讀書，但是後來又開始喺我哋屏東工作啦，甚至我哋開始接觸到我哋客家嘅文化。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幾時節吼，你即個後來又到我哋咧屏東大學嘅碩士班嘛？嗰時幾時節你已經對我哋咧鄉公所退休係咪？係啊，已經退休嘅。哦，係喺102年代退休嘅。哦，年代退休嘅。係到104年，隔2年啦。隔2年，然後去讀嘅碩士班。其實佢鄉公所時就開始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同時嘛又去推廣我哋客家認證係咪？因為我多攀，我睇佢睇民政科。民政科佢因為佢多學委會大力對佢推廣嘅客家文化。佢都有一個客家乜嘅生活營造，客家都係語言演戲嘅課程嘅類別，佢要讀到嘅乜嘅六隊運動會，佢都學委會嘅我記得嗰陣成立5久啊，好在佢要攀嘅客家師傅，客家師傅都話你語言都開始攀嘅客家師傅。因為我知道是客家文化嘅傳承，所以我每年我都有攀嘅中國級嘅認證班，都本嘅愛學愛認證嘅愛學客話嘅來學習呀認證班。但是講到更加吼。更加來講嘅話，除嘅講，唔知個高中嘅時間有去，譬如講樂隊裏邊去，可能講吹嘅 slide 嘛吼。但是一直冇講到講，做乜佢唔會開始去學唱歌嘅，然後唱個暗號嘅件事情。因為我對細時間啊，對唱歌嘅都興趣。其實我民國75年佢是多做兵多退差唔多1年，佢都有去嘅屏東縣政府，佢好多xã會局，佢去考嘅歌唱演員證啦，佢好多歌唱演員證，華語都係講歌星證，冇錯。佢其實考嘅嘛冇簡單啦，因為20嘅視聽歌曲嘛藝術嘅詞寫嘅歌嘅，20地位全部都係藝術歌曲啊，唔係唱流行嘅。20地位藝術啊，佢我記得對個屏東仁愛國小3個音樂欣賞隊嘅評審嘅，佢嘛可能都演戲嗰個啦，提示考到。考到都發到一種嘅
高薪证，不过其实个啊，我知道个拿到个种嘛，对来嗰差无乜个帮助啊，我拿好那点啦。但是问题是，一般人唔多会想考高薪证啊，只是讲，其实是刚好我这个不想要考高薪证，是因为有明星梦哈。佢啊都想講，佢啊因為人強嘛，咁咪有嘅可以啊。我上個漂撇啊嗬。佢啊，人家講人強都會本錢嘛。冇錯係啊。嚟攀客家師傅嘅語言都會熟悉嘅從事客家樂舞團嘅一個胡先池啊，胡先池本大買貴族先生退休嘅。其實該難得咧，都係講佢本身咧好容易，結果要發出帶啊客家歌謠版，實在冇簡單。因為安尼語言可以熟悉嘛因為合社嘅時間，有時咧用紅手有表演啊嘛，嘅時間機會來用紅手合社啊有一次有冇嗌講。有興去參加嘅從事客家樂舞團，而家想講，反正都忙學啦因為明下去參加嘅樂舞團嘅時間，讓正式開始學客家歌曲。係哦，其實開始學因為之前全部都係唱華語，冇錯，冇咗英文，日本歌嘅同廣東歌嘅，其實嘅客話電腦係最慢人學嘅。佢啊，你語言能開始學下客家話、客家歌嘅，係客家歌曲。做起對歌聲嘅要求嘛，其實因為一定要準。好，上音後堂其實係另外一件事情，因為迷人也提示，但是詩一定要壓錯。可是其實你可以拿到演員，比如講那個高薪證，那麼其實係冇簡單的事情。等於如果你要帶入過後，只是講更加變成一個客家發音的一個歌曲。佢其實你這個接觸到客家話，算是客家的歌謠的時間，你這個有發現到講同其他歌嘅有乜個差別冇？因為客家歌曲咧對最早對嘅乜嘢？三角採茶戲，面下演變三太跳，都係山河子平板，落山河。面下人對像個土名人欣賞，嘅客家本色，嗰樣客家嘅國歌嘛。冇錯係。對個創作嘅時間，慢慢就流行嘅歌曲，就像李金樹先生啊，佢最早買。做嗰度學堂嘅可樂歌，唔錯。面下而家創作嗰度客家流行歌曲，我說佢去樂舞團佢開始學客家歌曲嘅時間，能知道講其實嗰度流行歌嘅乜鬼學堂啊。我說佢都有興趣，我說佢1803年嘅時間去參加嘅。桃園，佢桃園縣廈門升格桃園市，佢去參加佢有全國客家人嘛佢都全國流行歌曲比賽搶莊組嘅，佢嘛可能狀況好啦，都運氣好啦，都400人嘅參賽者地位，都得到第3名，都佢安尼語言面下都想講，如果安尼語言，慢慢，因為佢語言都有攀中國去認證班嘛，認證班嘅時間，我講到呀，第一次攀嘅時間，將個胡先池胡老師嘅同佢教同個學員安尼佢一共有14個啦竟然考好中國去邊一共有11個啦。冇簡單咧，佢係是，如果即個喺前嘅前省外交啦，前省外交可見嘅前省乜搞係冇差啦。冇啦，他講人哋水準過高啦。水準高，水準高，乜真是。尤其嘅
头路讲个胡新奇老师伊本来好罗伊有法度靠祖国去，真是无简单。可是凯伦马克是开始对我哋客家歌曲去写词的喏。佢含提个乡公所上班，佢都讲来个对提个，来伊个评别沙溪太学神枪公司啊，都系客家歌谣的办个公司，因为佢因为沙溪太学起码经过几年地方的评审啊，评审制度啦，经过评审都一共有7个嘛，然后伊天从都10道啊尼啦，搞好以后，个困难处都係講即個可以潛蔬菜，即個可以潛福生咧，因為個註冊費嘅嘛，註冊費加個註冊費加個學分費哦，一張嘢可能買2000，伊學期啦，係1980啦，嗰度嘅來學嘅學員都有限啦，有體育班有通用啦，如果無伊個最少嘅16個到18個學員能做得開班，我都想講本一年學員多元化，然後請個胡明勇先生，吳川林先生同個蔡生泰先生。佢哋各有轉創埋嘅傳統嘅流行嘅童謠，三位先生來聽教啊！因為也企業啊，胡明勇先生都嘅學期嘅結束嘅時間，佢都講啱忙啊，你都係隨啲嘅mga CD 啊，啊你企業啊，人哋能出客家歌謠嘅 CD， 啊歌曲地位都。全部都自家作詞，還有胡明勇先生來作曲安尼。嗰時你因為講嗰時就寫下到他講人嘅作品嗰度好，可能胡明勇先生同他哋作曲，嗰時嗰時都開始從事到自家去寫客家歌詞啦吼。咁嗰時就係話，等於如果你這個唔單止喺演唱嘅方面嘛，已經有得獎，然後同時嘛試着去成立，譬如講試着去開始寫一些詞嘅一啲創作來講嘅話，咁。這麼後來又開始想講成立講啊，等咧重置嘅一啲客鄉嘅歌謠版咯。因為佢頭腦有講到哦，因為佢平面沙魚太好調整，冇簡單啦。冇簡單。因為面下都學員會流失啊。面下多天，佢一共記得差唔多2年啦。多天3年嘅時間。因為佢學員冇啦都開班啦，冇都開班，之後我哋有一次一個企業，我都講佢打掃，係，好所謂我即刻講冇都再前開啦，我哋從肢體起嘅有考創國，愛學創國嘅嘛，慢慢再主要嘅。108年嘅能夠主要客鄉歌謠版。哦，然後安尼，嗰時候其實安尼談到後，你發現到講其實也要歌謠版吼，唔單止係適合到係等從肢體去改好創客家歌嘅人，同時嘛幫我哋客家文化可以做一啲推廣嘅平台。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重置客鄉歌謠版嘅范家豪歌路當嘅現場，同我分享講，當初為去參加我哋咧客家全國嘅流行比賽呢，咪達到第3名。可是其實覺得話，唔即個嘛出嚟一啲，我哋算是客鄉嘛，嘅塊嘅 CD， 同時嘛開始算是我哋咧客家嘅歌詞嘛，去創作嘅，可能頭先講。
做乜嘅成立我哋嘅創智客鄉歌謠班，就是希望講我哋創智部分係咪有講對創客嗰個有興趣嘅，算是朋友嘛吼，傾下來傾下。咁嗰時嘅算是走神，冇冇講走神啊？如他講嘢有唱嘅嗰種情形，好冇？因為凡事起跳啦嘛，啊當然，佢處處會就是有年嘅時間有困難度啦，面啊可能都大部分都頭落做事情講嘅熟識嘅朋友開始有嘛，冇唔錯。啊，我是講個可惜個大眾嘅都係講，因為而家來學嘅人吼，佢大部分都年資個大嘅，年紀個大嘅啦，因為我哋嘅班哦。我算咧人強嘅啦，因為今年都多兩個金路考，我算對我哋啲班咧哦，算我哋班員哦，算人強啦，因為我哋差唔多按平均可能有70萬歲啦，啊我知道是講後生嘅哦，去教掉後生嘅就學習呀，因為啊真是客家文化、客家語言、客家歌曲，讓再冇人來學吼，到時都會團結嘅。不過啊，是講反正我哋一班，而哋嘛讀聽啊，反正唱歌對身體嘛好啊，心情嘛好啊。不過我哋都反正都帶講而哋歡喜啊，你都好啦。啊，我哋唱我哋出去比賽，我哋嘛求講，哦都會。有一般嘅水準有出來都好，唔是講一天愛得到名。不過我帶我一班我是大部分都搞流行歌曲啦，因為我專長乜流行嘅啊。啊，到九年代，我年代嘅時間，因為有個足動啊。每年有比個山歌嘛吼，啊香港每年吼無同樣嘅挑戰啦吼，不過九年代我都搞完，咱開始搞山歌子，結果個田傳日都帶出去比賽，佢個班員啊，還同我講哦，前生你可以太答，哦啊咧隨口摸一叫都咁出去比賽。然後我猜我哋都講我哋班咧就資優班啦，資優班嘅意思咧講啊，平常哦，可能人哋練創啊哩啦，落線啦，都係講節拍啊，或者有時停唔錯啊，啊結果真係比賽嘅時間，真係表演嘅時間要拿出水準，所以也是係講。同埋我改歡喜嘅所在啦，係啊，啊我哋啲班咧氣氛嘛改好啦，吼，班嘢嘛改好啦。可是我哋看好了，等於如果其實成立嘅班一開始雖然講唔係按順利啦，吼，但是其實慢慢的還是吸拍到，真的是他個人有興趣嘅人強下來唱歌嘅同時，嘛訓練的帶人出去比賽，真係有時間吼，按呢歌謠班我比賽啦。比賽吼，嗰種真係讓我用心去準備，吼，至少唔多時冇同佢下面子路。如果我有想到安尼事情嘅時候，我過粗簡一些啦。可是我練習嘅時候，真係會過認真啦。迄冇嗰種冇比賽啊，吼，冇一定去觀摩啊，吼，我都睇到人即個人哋亂唱，愛來唔來就，真係有時人如下嚟啦，我真係愛變。但是其實吼，我等你講好講吼，唔單止講會唱歌會有下次，人家講演而優則導。而係歌而優則演，吼，因為我哋常常一經驗，吼，都發現講，我哋要記我哋客家嘅嗰種戲劇地方，係同學吼要差一腳嘅，吼，唔係做乜嘅吼，佢其實我哋第一擺看到嘅算是190幾擺吧，吼，你係咪演一個大統領係咪？係何小壯嘅，哦係啊哈旗鼓嘅，哈旗鼓嘅李老師啊，李龍旺，佢做團長嘅佢都提嘅。樂隊文化園區嘅一腔淚演六場客家大戲，啊佢係姚軒啦吼，都演嘅70年嘅太宗梨、喬芳蓉，啊佢
佢對我即下來講嘛，一個挑戰啦。因為佢客家太嘅係冇接受過啊。佢買米拜落去教育嘅，佢嚟練習嘅蔬菜，食嘅嘛佢女僕嘅已經有語言哦，佢其他冇開嘅，嚟到依個練，都前啱補條嘅時間依個練，我說佢真是練開始練嘅時間嘛，感覺講有些把辛苦啦。咁我反正佢台下3年工嘛，台上3分鐘啊，我說嘛開始唱歌嘅啊。講演戲啊，都事前都準備備好啦。佢演6場以後嘛，又有一北部演嚟2場，我說嘛，佢一共演嚟8場。米下又有演一部唔係乜嘢戲，係唔記得咧。我說我都有客家太都有關嘅客家一盤都。要演嚟2場，最尾一場都係講獻泰，都係講獻泰啊，都係講嘅嘛呀，檳榔嘅啊，都係講檳榔檳榔都係講獻泰家都檳榔都過少鐘啊，冇錯，嚟改中可呀，佢起碼係嘅6隊用蛙人戲演出咧，對唱歌嘅，都轉去算是兼職演戲啦，伊都當唱歌還是人嘅最好的部分。但是去做戲啊件事情，因為我當初一開始去喊伊去做一個角色，然後同時幫伊啲角色咧伊啲安排，因為伊啲做太通了有太通裡嘅班嘛，行路啦、講法啦，其實按你訓練嘅時候我唔習慣。嗰時。因為佢嘅台詞事前都開會說嘅。開會說，係。最主要嘅都係講而家臨場冇忘詞啊，我忘詞都係。冇人可以叫。有時嘅臨場反應，那真係最重要啦。當然而家國家練嘛，除咗平常團練之外，佢都下即係話練啦。對，佢要求是講最好都對鏡嘅嚟練啦，各啲嘅表情咧，大家啊，佢演而家本來演呀太重嘅角色，可能都相片咯。以前嘅相片有18有相，有故意用，身材嘛18有相，係，如果睇重嘅身材啦，係啊，嗰時喺因為安尼關係，嗰時其實就接觸到希望來做其實睇重你嘅一啲戲頭。咁問題係，像咱哋算是譬如講討論講話，我哋文化研究有6場嘛，嚇，喺北部有2場，高雄有差唔多8場，啊，你做起以後啊，有感覺到講。做戲嗰有興趣冇？有我哋有年都繼續唱。因為我記得啊，所以咪睇嘅南山樂舞嘅伊啲嘅發表會地方，你哋嘛有參加啊？係講到哪？我是這個1年啊，1年。因為米下都講，我之後要開班嘛。其他要嘅講客先講嘢。佢講客先講嘢都係講客會去希望人哋講客先講嘢都係帶隊客家人嚟講客，冇唔錯。時講客，隨時講客，冇唔錯，係。因為如果講我要危機感同用力感同使命感，我要三種感覺都錯嘅。嗰個大家都係講呀學呀咩搞呀客家歌謠啊，歌謠班啊，即下嘛又幾年嘛又開嘅客語文推廣班啊，都係教客語嘅啊。因為我喺客語會客語宣傳師是
语言类同国有类啊，也两种还有拿到啦。我说本身都學而先傳承，本地都要傳承也合法嘅使命。冇錯，以前佢貼喺度講語言同埋啲國有旅遊嘛嗬。國有是講本嘅唔似你講客嘅，像我哋扮演嘛有好多年嘛。啊，國有加油國有從國有當中來學習見下咧合法，啊嚟嘛當每年有法度學見下咧嘅像合法嚟嚟講，啊你帶一點對學習合法嗰有興趣。嗰有幫助係冇唔錯，係啊，而且同時用創國嘅開始學合法其實算過夾啦。錯啊！係啊，希望講其實單純講合法學合法有時個無聊，係，但是講講係用國外來聽嘅話，學其實係個好嘅事情。對未來呢有冇期望冇？未來我都想講我國有版，因為國有版有嘅扮演嘅流程嘛。啊，何塞講有嘅扮演，有嘅大時咧扮演入來。嗰時我嘅版咧本來差唔多冇多20嘅，而家已經多26嘅。啊，嗰時嘅陣容啊，有一嚟一態啦。啊，係講反正就保持下嚟嘛。啊，我都講，頭先講到嘅流行歌曲之外，以往亦學到傳統嘅，啊，甚至有演過戲劇嘛，甚至得用嘅戲劇來俾佢哋演，啊，你都個多元化，所以唔單止講表演都唱歌嘅添，傳統嘅嘛咧，啊，甚至那簡單嘅因為以前裝批都年紀個大，嗰時候都學個簡單嘅客家舞蹈，啊咧也種方式啊，也種方式。都多元化嘅表演啊嚟啦，我是希望以後做得對啊方面來進步啊嚟啦。安尼幾好。雖然講現實嘅後半段學我哋咧搞好個人開始去接觸到我哋客家文化啦，就推廣我哋客家嘅一啲歌謠。但是你看，而且佢哋退休以後，唔單止透過薩斯班，同時把而家全部嘅力量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同時我哋傳承我哋客家歌謠。今日感謝我哋講好過路，咁聽眾分享阿多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